来乡亲继续来看，即摆老师真正是愈来愈歹做咯。这个教育部为着要来维护学生下课休困的权利，所以颁布一条老师管理学生的办法。这条规定讲，学生伫下课的时间，老师袂当甲管教，而且学生针对老师的处罚，嘛会当提出意见。这种的规定是互老师真反感哦。请问安尼打来，做老师的是要安怎来管教学生才好咧？若是较歹在的，学生阁会甲老师大细声用好。老师希望教育部会当收回这项的规定。教育部讲会重新来检讨，再阁来公布。讲话的同学，交通要50下，怀疑啊！较早学生面对老师各种严格处罚，袂当应催应激，但是今嘛无共款。我通常会说。我们虽然是有犯错，但是这个处罚好像跟那个犯错的那个程度好像不成比例。伫老师的面头前，13岁囡仔就亲像大人，愈来愈想法。加上教育部8月颁布的教师辅导管教学生注意事项，内面就规定老师袂当伫咧下课的时间管教学生，而且学生也会当对老师的处罚提出意见，也让老师的管教愈来愈难。学生会利用这样的规定来挑战老师啊，是不是老师的部分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去管教学生啊，那把这个问题再丢回去给家长，或是丢给社会去处理。校方是希望教育部会当收回，不过教育部讲根据特殊的状况，也是会当处罚学生。不过，什么才是特殊的状况？主要是基于维护学生跟儿童的一些休息权，也请老师再自我检视一下，利用下课时间来做一些管教措施的必要性这样子。那当然是说，如果说下课时间学生有一些违反常规的行为啊，下课时间做一些适度的一些管教，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。原本是好，伊希望老师会当先处理学生的情绪，才来讨论对错。不过，即马煞引发第一线的老师来抗议，教育部嘛讲会针对问题检讨修正。不过，这些老师面对学生管也是唔管，拢是两难。